现场有一道真赞的料理，叫做贡卵饭，利用这肉燥配合着贡丸、卤卵，一种简单淡淡的好滋味，听讲食过就会调的。来到台东高中餐厅，看到大家手的拢有一碗，这碗的名真特别，就叫做贡卵饭。肉燥的味道恰到好处，然后卤得很入味。传说中的贡蛋饭，我自己的朋友，比如从桃园来的，他就说：下午你不用给我准备便当，给我一碗贡蛋饭。贡卵饭就是白饭加上贡丸、卤卵、青菜，尾也搅肉燥，简单的料理，一碗60块，真有诚意。开业20年，过去佫险啊收掉，好佳哉有校友，甲一年赚正百万的头路辞掉，为工程师改道来卖食的，甲店搬落来，才互贡卵饭会当佫继续卖落去。是刚好出差回到台东，我已经进入校园，然后再来民族，现在他们高中的这一段就是岁月。所以我觉得离开台东的小孩子，我们都一直在找一个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回乡的一个机会，这样。贡卵饭唔但互毕业的学生怀念过去青春的时代，一出特别的料理，嘛互台东高中所有的人拢有一个同款的回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